年代嘅粵語片呢，已經係繼承咗中國電影嘅正統。當時雖然一般嘅製作呢，大部分都係迎合一啲苦娛嘅戲曲片，但係亦都拍攝咗好多嚴肅嘅製作嘅。對於社會同埋人情方面係拍得相當之感人嘅。係啊，關於呢點呢，係當然有賴於我哋一班係演技精湛嘅演員嚟演出啦。好似今晚啊，係我哋歡樂今宵特輯裏邊嘅嘉賓，都係幾位前輩同我哋迎新樂上面陸東先生、黃曼玲女士、張藝柔先生3位都係我哋前輩嚟㗎啦嚇，可以講係。就係講起呢一點呢，就有好多問題都想同前輩傾下、請教下你哋。不過呢，就事實上真係要組織一下先得。嗱，好似阿敦叔啊，譬如我諗起你嗰陣時做戲啦嚇，做嗰種咩啊？老太爺係嘛？嗰種威嚴法咧，真係好惟肖惟妙㗎。而家睇嚟仲覺得咧，我哋成日都驚下你咁樣少少嚇，真係好有尊嚴。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嗰個年代嘅粵語片啊，係咁興拍呢一類家庭倫理又反映現實嘅片㗎咧？想當年我係做過好多呢類封建家庭嗰種頑固家長。幾乞人憎㗎，好驚！所以而家有時經過啲街市咧，有啲死黨都話：老爺嚟啦，好似走鬼咁。當時的確拍咗好多呢類家庭倫理嘅反映現實嘅電影，所以今晚你提呢個問題提得好有意思，因為呢類嘅電影喺而家咧比較少見。而家嘅影片絕大部分都係刀光劍影啊，拳頭世界。甚至對唔住啊！而家電視台都準備擺起擂台武鬥一番喎。係啊，而家興啊嘛。武裝武俠世界。但係咧，在50年代嚟講咧，呢類片而家呢類片咧就少拍啲，可能係因為隔咗20幾年啊，呢個社會人嘅生活起咗好大嘅變化。當時當然啦，電影係藝術品，但同時係商品。所以電影製作咧都係要適應觀眾嘅，因為當時觀眾係歡喜睇呢類反映現實嘅電影，因而咧50年代咧就大量製作咗呢類電影。事實上咧，我哋唔敢妄自菲薄啊！50年代嘅香港粵語電影啊，的確係寫咗一頁輝煌嘅歷史嘅。咁啊，呢頁歷史嘅寫成咧，講起嚟有一段古。我記得喺1949年喺咩你姐屋企咧，有好多電影工作啲嘅有志之士啊，而吳楚帆二哥啊、張二哥咩咧，即係白燕啊、張英啊等等咧，喺佢屋企就討論咗，因為鑑於電影咧對社會對教育好有影響，因而決心咧要製作一啲比較健康嘅對觀眾有益嘅電影，因此咧開始進行咗叫做青碟運動，以後咧就組成咗4大公司，中聯啦、新聯啦、光藝啦、華僑以後就呢個咁嘅50年代嘅光榮史咧，就由呢4大公司負起一定嘅責任。敦叔啊，你頭先講開中聯啦，咁我記得 Mary 姐都係成員之一喎，咁你可唔可以講下你當時呢間公司組織嘅過程係點樣啊？中聯公司成立咧就係咁嘅。當時我哋有一班志同道合嘅兄弟姊妹咧，我哋就希望能夠拍一啲即係主題健康同埋有益觀眾嘅影片，所以就我哋呢班姊妹兄弟姊妹咧就聯合埋搞一班所謂兄弟班啦。而家我哋見到係咪就係你哋嘅成員啊？係啦，呢啲係我哋公司21個成員，呢個陳文、馬思曾、楚帆叔、吳楚帆、張活游、李清、朱子慧，呢度梅爾、紫羅蓮、紅線女、小燕飛、我、容小義、白燕、李鐵、黃亨、吳回、朱基、秦劍、劉芳、李晨風。係啦，咁樣當時就大家都係一種興趣咁樣組成嘅啫，係咪？我哋第一套影片就係家，中聯公司係1952年成立。係啦，但係呢度個成員咁多啦嚇，咁雖然話係有興趣啫，我就好現實㗎呢個世界裏邊。
咁有時咧就我聽一句説話咧，不敢忘記，就係、可以共患難，不可以共富貴嘅。咁譬如你哋咁多人走埋一齊去做電影、拍電影，咁會唔會有啲乜嘢紛爭啊，或者有啲事幹發生？咁啊唔會噃。我哋合作得非常愉快。不如我哋每一個戲呢，盡量安排我哋各人落去。咁啊，比如你呢個戲冇份，第二個戲呢就係你擔第二個擔綱。咁啊，即係調和咗就冇咩平分分配嘅。係我記得當時一班演員好似楚凡叔啊、張英啊、梅姨、白燕，個個演技都好犀利、好叻㗎。尤其咩李姐個惡家婆一絕。唔好咁講，唔好咁講。當時咧係好興拍嗰啲家婆蝦新抱嘅戲嘅。你估點解咧？咁點解？起因咧就係新聯公司咧有一套影片叫做《家家戶戶》，就拍緊出嚟。哇！咩即係個惡家婆就緊要嘅。我話呢個正經可以代表嗰個封建勢力嘅一面嘅直情嚇，我為嗰啲嘢。如果我係當事人啊，我自己驚埋一份。呢個家家戶戶咧係一套家庭倫理寫實嘅影片嚟。當時推出嚟影嘅時候咧，好賣座嘅，好受觀眾歡迎。個個演得好認真嘅，真係。製作方面咁啊，唔單止話演員演出認真啊，製作嗰方面咧就好嚴謹嘅添。係啦，講起製作咧，我諗啊，敦叔你要講下，我知道你都係做過導演有套片你應該咧向我哋介紹一下。當時因為經過青葉運動咧，幾位老前輩啊，都係對電影啊，特別對觀眾有一種責任感，因而對製作咧比較認真、比較負責嘅。譬如我曾經拍過一部叫做《10號風球》啊，即係10號風波啦，哇！真係大風大雨啊，仲犀利過我哋嗰日嗰個河貝。好似啊！咁我相信梗係唔係打風嗰陣時拍㗎。敦叔啊，咁你係導演啊，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你係點樣拍㗎？我只記得係喺冇風冇雨嘅情況下拍大風大雨。呢個有困難啲啦，真係。大概我哋睇到報紙都知道啊，所有咁多場嘅打風咧受災害嘅絕大部分都係啲下層嘅人，都譬如呢次呢個咩河貝嘅都掠咗10幾條命，都係新界嘅菜農啊，即係咩陣啦咁所以10號風波所描寫嘅呢，都係下層嘅人啊，點樣受呢個災害嘅影響？至於話喺冇風冇雨之下，點樣去拍成呢種又風又雨呢？當時我哋嘅片場條件係好艱苦、好簡陋嘅。我哋特別製住咗幾把大風扇猛咁吹，又借咗幾條滅火喉亂掃射一番，咁演員就好辛苦咯。咁呢隻有份啦，當然辛苦啦。不過你哋一番心血都冇辦法，而家睇出嚟真係好似真嘅一樣咁嘅就好似係啊。要講下二叔先啊，我以前睇嘅電影咧，你又好似而家一樣嘅，真係。咁啊，都係好純良咧，係嘛？講嘢時笑啦，笑容滿面咧，係嘛？你唔似阿寶仔啊，寶堅係惡啲咁多啊。咁咧就好樂於助人啊，同埋特別飾演嗰啲叫咩？嗰啲窮教師啊，咁就好多遭遇。你從影以來咁多套片啊，有邊一部你係有深刻印象？我就係中聯旗下一個小組3年公司。我製呢就好多類片都拍過。不過我最中意呢都係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。嗰部我喺電視台放嗰時候我都睇過啦。阿寶仔有份做啊，做嗰個反應都好好嘅，實在。喂，點解你對呢一部咁深刻印象先？60年代嘅時候呢，就多數係啲寫實嘅電影。咁意大利新潮寫實嘅主義電影呢，有第色家嘅《單車鐵冊》啦。好嘢啦嚇。咁楚原呢覺得寫實片係佢最中意，咁就喺香港抄啲寫實嘅題材。咁其中有一段呢係有一個窮教師為咗生活所逼，要佢將最親最愛嗰個女送俾人，都搬埋上嗰個套戲。咁但係放映出嚟呢，都有各方面有個好評。咁所以我對呢個戲呢係最深刻嘅印象。